行政院6月宣布，明年军公教的薪水要调悬4%。工会团体今仔日就举办记者会，呼吁包括政府有投资，也是实际控制各因事业在内，拢应该爱对咧调悬薪水。而且薪水较低基层，莫干那加迄4%，添无到1000块的，应该爱落实，互劳工的薪水上加也有3万块的政策。这产业总工会和企业工会再起出来表达诉求，因2024军公教人员会加薪4%，因呼吁政府若真正要带头改善薪水上低的问题，加薪的范围就直接爱扩大到政府投资或者是政府实际控制的事业单位。那同时因应明年军公教加薪4%，我们也会希望这个加薪的范围能够扩大到所有政府能实际控制的事业单位。另外，针对加薪的算法，伊嘛要求政府爱规定用专薪做基础，因为发现空大的企业工会理事长就指出，公司进前计算加薪的方式是用底薪的平均做基础，就算加4%，嘛加不到1000块。实际的，他们员工最底薪就是2万块还不到。如果说以政府现在4%来调，可能调不到800块，因为我们华善空厨现在目前的作业员的最低薪资是24000块，只能调到960，这个薪资已经真的非常的低了。政府替军公教加薪水，嘛是希望会当鼓励民间企业加薪，有关整体劳工的薪水。劳工团体是呼吁讲，政府每年替军公教加薪4%，临时人员各因事业，政府投资的事业，这个劳工嘛会对咧加，嘛要求无前3个总统的候选人爱提出解决台湾薪水上低的做法。记者柯嘉选小桂林台北报道。